今次咧就係開箱呢個翁美橋 board game 啦。咁其實呢個 board game 咧都流行咗好耐啦。咁但係如果對於一啲小朋友嚟講，啱啱學佢或者佢初初接觸呢一個嘅桌遊嘅時候，可以點樣由淺入深去教佢玩或者認識啲規矩呢？咁今集咧就係分享一下一啲小遊戲啦。最近出咗好多唔同嘅款式，有香港特色情懷同埋九巴系列，相信小朋友咧都會好鍾意玩嘅。翁美橋嘅玩法咧係利用唔同嘅數字卡牌去組成唔同嘅組合，可能係要同顏色或者係同數字等等嘅要求。咁對於小朋友嚟講咧，可能會有啲難理解。咁所以我哋可以透過小遊戲咧，同小朋友建立一下咩叫相同嘅概念先。我哋可以同佢玩一啲叫做找相同嘅遊戲啦，等小朋友可以認識一下唔同嘅卡牌，記熟上面嘅數字、顏色或者圖案，然後就可以做一啲顏色嘅分類，等小朋友咧有個顏色嘅認知，相同嘅顏色就放埋一齊。跟住就可以做一啲數字嘅分類，相同嘅數字就放埋一齊。如果你買特別版呢，咁上面就會有唔同嘅圖案嘅。咁我今次呢個圖案呢，就係一啲香港特色嘅小食，咁就可以俾小朋友順便做埋一啲可能圖案嘅分類遊戲啦。然後就係高難度少少嘅數字排次序。小朋友要建立一個順次序嘅概念呢，都可能有少少難度嘅。咁我哋咧就可以同佢做啲小遊戲啦，可能揀一啲嘅題目，就問佢：咦，中間 miss 咗嘅數字係咩呢？就俾佢揀翻出嚟。咁如果小朋友佢可能未必咁容易明白喎，咁我哋可以俾啲選擇佢，慢慢引導佢，話俾佢知乜嘢叫做順次序，去排翻個次序出嚟。難得有一副 board game 係有咁多數字，我哋梗係好好善用。例如我哋可以咧同小朋友做一啲嘅數學訓練遊戲啦，用一啲唔同嘅卡組成唔同嘅題目，咁就考下小朋友。如果小朋友佢啱啱先學識咩叫加減乘除，一啲比較難度高少少嘅數學概念呢，咁其實我哋可以多啲運用一啲實物啦，進行呢個視覺提示，俾小朋友所有嘢都形象化、具體化，咁佢就容易啲理解到呢一個數學邏輯嘅理念啦，同埋一啲使用嘅方法。仲有一個小技巧分享，就係好多時小朋友決定唔到今日食啲咩，或者今日玩啲咩，或者可能有幾個兄弟姊妹都好想要同一樣嘢嘅時候呢，就可以用呢個抽籤方法去解決問題啦。